加热酚又有新的争议，卫福部12时核定一间美国製加熱酚，若是符合条件，10月11就当就市。民间团体就批评讲，这分害防治法内底是有写讲，袂当掺一寡主管机关公告的添加物。不过煞是无详细去讲，这款添加物到底是对一寡物件袂当掺落，这规范都也袂写清楚，就要互加热酚就市。好，有监察院都要启动调查。 引起争议真侪年的加热酚，打被正式上市。卫福部国检署12核定一间美国製加熱酚，8个品项分草机，也有3种组合元件。最后上市进前的文件生效日是10月11，也就是这个日期了后，业者符合条件会当正式伫台湾上市。佮一间日本製加熱酚，挂一种组合元件，佮6个品项分草機也进入法制庭诉，不过引发民间团体批评。先开放，等到慢慢的加味盐的公告。 禁止之后，再叫他们下架，你想想看，所有的伤害造成了。拜托，赶快公告禁止加味盐品，因为现在吸烟的年轻人90%， W985 90%都是从加味盐品入门。 第二个，赶快收回成命。相关的18项产品，国检署坦白讲有无共口味的酚。不过民间团体是指出，《危害防治法》第10条第1项，酚袂当使用经过中央主管机关公告的禁止使用的添加物。但是到底是禁止倒一种？国检署是伫第2届预告了后，到今无加说明。民间团体指其讲是超工咧拖刷，有暗唬加热酚业者的疑虑，好由监察院启动调查。禁止烟品添加物的草案。 我们现在仍在研议中。那未来我们如果公告了，就是所有的烟品就都应该要一体适用这个禁止烟品添加物的部分。针对这件代志，国检署是强调，是因为禁止酚添加物的草案，预告的期间收集超过12000条的意见，到今各个研究，是到若是通过，无论是纸酚还是加热酚，拢要严格遵守相关的规定，确保个人的健康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